住在台南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常常呢你在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美食店，而这些美食店呢，往往是让人会非常的惊奇的。很多的美食店呢，它其实都是开在小巷弄里面。那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间火锅店呢，它就是位在小巷弄里面。如果今天没有人告诉我呢，我其实真的还不知道有这一间店。我上网去搜寻了一下，我发现这一间店啊，还真的是挺有名的哎。然后呢，我就想说，既然有名，我当然就要来采访一下喽。所以现在呢，就跟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进去里面看看吧。五仆氛围环绕店内，墙壁上的画作全出自老板吴瑞麟这位国画大师之手。店内有小桌有大桌，从2人用餐到全家聚餐都不成问题。来到火锅店，不得不提到酱料，几款店家特制的调味，如豆乳酱、韭菜酱与火锅食材的味道完美结合。坐在我身旁这一位呢，是老板娘陈淑娟陈小姐。我们这一间店呢，是一间可以说是台南市非常有名的酸菜火锅店。首先，先为大家介绍老板娘陈姐陈淑娟，陈姐好。主持人、观众大家好。好，我看到前面这么多道菜色啊，哇，看到都垂涎三尺哦。所以想要请教陈姐啊，你要先从哪一道来为我们介绍起呢？哦，好的，现在为大家介绍，等了20年才研发出来的。哦，什么？20年？对，就是这一碗酱萝卜鸡肉面。酱萝卜鸡肉面，为什么叫酱萝卜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的酱萝卜就是以陶缸发酵晒了3天，然后略微脱水的萝卜，新鲜萝卜，然后再加了一些姜、辣椒，还有一些我们的高粱米下去陈酿，发酵1年哦。所以这个应该算是酱萝卜，对，就是颜色比较深的，就是要让它浸得通透，让它把里面的日月精华全部给发酵出来。那它需要用多久的时间？哦，最好的、最香的标准是1年。1年啊？对，1年。要1年的时间。对，所以你们这个是需要用到高粱吗？对啊，其实我们店的所有的基底就是高粱米，不是酒啦。没有酒哦，没有酒，只有高粱，对，就只有高粱米。哦，高粱米。怎么样？很顺口吧？对。而且味道渗透得很深。对呀，这个真的要有20年的功力才能做得出来。我在旁边这个比较新鲜的这个，对，这个是新鲜的萝卜。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是跟坊间的不一样啊。那你当初怎么想过要研发这个啊？大概3年前吧，我先生就是从市场啊拿了好几条的那个萝卜，然后我就说好啊，现在那个萝卜对肺部好啦，对，而且要通肠气，所以我就说好啊，就研发看看。然后就做了之后，我也都没有想，没有多想。结果经过1年，就是觉得说天哪，这个是什么味道？从来没有尝过的那个萝卜的香气，怎么那么醇厚？是，所以我就开始了一连串的研发。其实这个时间真的经过3年。3年的研发，什么料理都给他做一遍，这样子。对啊，其实我之前要来采访的时候，我有吃过，我先买回去吃啦。谢谢。对，因为我想说，既然要来采访，就要先来吃看看，所以那时候我是整个人是戴着口罩的。
就只有露出眼睛，所以没有人知道我。而且我发现哦，它的面条 Q， 不是我在这边讲，是因为我买回去的时候，因为骑车回去还有一段距离嘛，那我洗完澡之后我才吃，我发现那个面条还是有 Q 度对，我们这个面条也很特殊，这个真的是台湾限定，因为它这个都是专做外销的。做外销的。对，所以我们台湾不容易吃到这款面条了，是外国人是外国特别定做的，所以也是你们特别去找的，就对了。对，也是透过关系啊，然后就是朋友介绍这样。难怪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个一般的面条你看等的是不是都烂掉了？哎呀，想那一盆软以后干嘛？这奇怪是不是跟你手工做的？结果不是哈。对。不过这个，我想这个你要外销到日本的东西，的确是要很严格啦，东北那种也价位上把它领管了哈。对，我的制作成本真的很高。好，那接下来这一道呢？哇，这道看起来就很好吃，只要有辣的东西，我都觉得好好吃哦。这个也是我们来店必点哦。真的啊？也适合很开胃、很下酒菜。那这一道是什么嘞？这个是也是我17年前吧研发的那个云桂酸菜。云桂酸菜那感觉是重口味对，因为这就是芥菜下去发酵。芥菜呀？对，就是以我们台湾本产的芥菜。是。然后也是我的整个制成酸菜的制成都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是。所以它本身就有很浓厚的香气。是。所以它这个酸菜有没有说需要没有，它应该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配料配料。对呀，你看夹出来的豆干。对，然后还有点花生粒，它有脆度，然后有那个豆干香。然后这个那是那个云桂酸菜。这是云桂酸菜啊。对。那云桂酸菜跟一般的酸菜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个的来源就是那个云南的朋友，云南的朋友他教我的。然后教我的就是试了几遍之后，然后端出来给大家，台南人都喜欢，主要是台南人喜欢。这个我喜欢辣的我喜欢，可以多吃2碗饭真的辣的我喜欢，而且它又带一点酸味。酸味就是会那个促进就是开胃啦。对。夏天的时候真的很适合。对。知道我喜欢，真的有酸有辣我最喜欢吃的就很像那个你会吃泰国菜呀、云南菜呀一样就是有那种又酸又辣对，好好吃的，就是它里面就是酸的刚刚好。对，酸的刚刚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是这个也是那个本店点阅率第1名。第1名啊？对。这就是那个酸白菜炒肉片。酸白菜炒肉片啦，那它怎么做呢？这个就是先用那个，就是用油爆香那个蒜头。然后出了蒜头的香气之后，再下那个酸白菜。然后酸白菜就是在出了香气之后，然后就是加五花肉片。下去拌炒。怎么想说要加五花肉片，不会想说加瘦肉啊？这个酸菜真的要有一点点油脂，而且它会吸油，它会吸油脂，然后就是吃起来会滑润顺口。而且这个吃起来那个口感很细腻。我可以想象为什么你说要加那个一点肥肉。因为我刚吃酸菜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酸哦！我会吃酸的人居然会觉得酸，可是你真的加上肉片之后，就微微的酸，就把酸度降低了。对，整个是综合掉了。所以它的酸味虽然有，但是它吃起来是回甘的，
所以整个酸度是降低了，而且它有回甘的口感，那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哦，当然不能只有吃酸菜啊，会一直停不了哦。所以真的要加肉片是有原因的。真的。哦，难怪我刚才吃一个酸的，吃到会真的会促进唾液分泌，会流口水啊。我跟你讲，这2道菜，我有个想法啦，就是如果加那个早餐，我不是很喜欢吃面皮啊饼皮。烧饼啊，对，然后台湾汉堡面超好吃的，台南汉堡了。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酸梅汤，招牌酸梅汤，我已经把它倒好了，来吃，尝一口，来喝一口。很温顺哎。对啊，我们真的那个研发的过程都是用上等的原料。然后有火候要到，你们还有加什么特别的吗？我跟外面喝起来不太一样外面的酸梅汤比较有偏重中药的感觉。是。那我们的原物料就是有加一味，多一味更好喝，就是有加梅子的那个酵素乳汁。对，就是用那个。就是成年的梅子啦，成年的梅子是，所以它的香气更浓。那梅子它可以单吃吗？就是你们发酵出来的梅子？当然了，梅子我就把它那个装罐啊，装成就是一罐一罐的紫苏梅啦。这样子。对。所以都是陈酿的。那真的有机会要好好来品尝，不过真的非常的温和啦，跟一般我在外面吃到的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说，主持人你为什么都一直吃？如果好吃才吃呢？对，好，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对不对？对。那重头戏要怎么来介绍呢？来介绍我们的手工碗啊。手工碗呐，这么多，我猜一下，这应该是墨鱼碗。对然后这是狮子头丸子，然后这个是。台南的特色就是丝木萨巴鱼鱼皮碗有鱼皮就对了。对，有鱼皮，这样子吃到真材实料啊，看得到原料这样子。这个绿色的就是芥末瓦萨比啊，这是芥末瓦萨比啊。对，这个很呛辣哦，那个真的吗？真的，一吃咬到那个里面的肉馅的时候，就有掺着那个芥末的辣，所以那个吃到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那个惊喜。那这个我一定要尝试。我喜欢吃这种的。然后这个呢？这个是那个芋头碗、芋香碗。芋香碗呐。对啊，这你看这里面有你吃到就是一半的就是芋头，然后一半的就是那个猪肉。所以它就是吃起来不腻，而且会满口的那个芋头香。那非常的特别，那我们要不要把它放到那个火锅里面去呢？那这个是2种都适合，对，我们所有的汤头都适合，是怎么加都合。对，那我要请教，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很清楚的就是酸菜锅嘛，那这边这个锅呢？我这一锅你看都没有什么辣油。对，没有辣油。我这一锅重点就是把世界各地的辛香料，你也知道，现在专家都说叫我们要多吃那个辛香料，对身体好。对，那比较暖和。对，就是这一锅就是软的身体，可是不会燥，因为我里面有一些中药的配方，就是它就是可以平衡它那个里面的燥。对，那这样子吃的虽然是活络我们的身体，可是吃的不会上火。我想喝一下它的汤头因为我觉得它又不太像说是那一种外面的那个麻辣锅就是辣油，就是会有一层辣油啦。对，不像，所以我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辣度？你试看看，这个辣度可以做调整啊，可以做调整。我觉得有一种
蒙古的味道哎，蒙古那边的。对对对，我们就是有，蒙古、新疆，还有印度，对，印度那边的辛香料，然后还有我们中国，反正就是集世界大成的一锅。这个汤头好喝哎，跟一般你在吃重庆啊或者是四川的那种麻辣锅是不一样的。对啊，既然要做，有的人会觉得太油，因为有的人觉得太辣，他不能接受。可是这个辛香料它很特别的是，因为你在市面上你不太容易能够吃到。对，所以说我这一锅这个麻辣锅就是全部的麻辣锅都全部去吃过了之后，对，然后再来做调整。你看，我也算是很会吃吧，算是吃货，一吃就有感觉。对对对，这个真的蛮不错的哎，这个尤其在冬天来吃的话，你喝一碗汤下去，我们讲整个都暖乎乎的，而且不燥，顺口，它里面又有枸杞。对啊，所以对就是原料都看得到，而且你米有红枣，然后你又把那个鸭血啦、豆腐啦，整个都把它加进去了，你又把那个四川的东西又把它融合进去，然后你融合太多了，对，是的，真的很不错。好的，那么接下来，哇，这么多蔬菜啊！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延龄堂，就是强调养生嘛，是，所以这个蔬菜、海鲜，对，都是有特别的挑选过。那如果说来你们这边吃那个酸菜锅啦，或者是鸳鸯锅啦，你有没有建议说要怎么样的吃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你有看到菜有海鲜，然后有肉，你认为应该要怎么吃会比较好一点？基本上我们的锅底都蛮适合搭配肉啦。是，那有人他就是现在人注重养生，所以菜会要求多一些。是，反正就是先下一些可以熬煮汤头的那个高丽菜，还有南瓜。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再融入汤头里面，然后再来涮那个肉片，涮猪肉片这样子。所以那现在是应该要先把这个。对，就是可以先把那个蔬菜把它放下去。因为我以前吃火锅的顺序就是我很习惯就是涮个肉，然后我大部分都吃白肉，比如鸡肉啊，然后我就涮个那个鸡肉涮一涮之后，然后我就会加蔬菜下去，我大概都吃这2样。对，然后再最多的话，我就是再加个海鲜，就是白肉之类的东西。我就很少在吃红肉。我们的肉都是现切的啦，是，而且也都不用重组肉。对，所以像这种纹路就看得出来，它都是同样一块肉。是，摆盘非常漂亮。好，不过我还没有喝到这个。那个酸白菜对，酸白菜的汤底。好，小心，那个我刚才用这边有用的了。先喝一口汤。对，这个我觉得火锅最重要的是在于它的汤底啊，其他对我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汤底好喝，我就觉得胜过一切了。酸酸的，对，但是很开胃。就是我们的酸白菜，就是用了高粱米下去发酵，所以它的汤头就是有回甘。对，就是会产生一种很润的那个香气。对，而且因为它是用大白菜嘛，对不对？因为大白菜其实它有粗纤维是非常多的，所以其实对肠胃来讲蛮有帮助的。对，但是一般来讲老一辈也讲大白菜属于较冷底啦，所以如果说你本身的肠胃不是非常好，或者是你卡住看到冰冷的话，就是比较不适合多吃这一些东西。但是你要吃也没有关系就像韩国人这样子他们懂得加一些辛辣的东西下去，那这样子就可以整个把它中和掉了。因为韩国人他们就是用大白菜来腌制泡菜的。
可是我们有加了高粱米之后，它的那个凉性就转变成比较温，对，就会变成比较温。所以你要看大白菜它是加上什么样的东西。好的，那么完了之后就是加上这个海鲜了，所以整个一个菜色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观众朋友，那今仔日想要吃这酸菜白肉锅，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这种所谓的麻辣锅，但是你们这边不叫麻辣锅啦，我们叫做天山百草天山百草锅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有点类似像蒙古啦、新疆啦，或者是印度那边的口味但是呢，它又有鸭血，然后又有豆腐呢。你想要吃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呢？来到这一间店准没错还有因为它有一些特色小菜都蛮适合的。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尤其如果再把那个烧饼呢把它加进去的话，会更好吃。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陈姐来为我们大家做介绍，谢谢陈姐，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口感醇厚温和的酸梅汤，您更是不能错过。手工酿醋是店家的强项，店内加上贩售各式醋类饮品。高粱米、黑糖蒜可买回家自己做蒜头锅。陈秘制作的桂花酿更是许多女性的最爱。免费的停车场解决您停车问题。走一趟这里，来点不一样的料理，您也许会爱上酸的食物呢。今天料理我真的是吃得非常的开心有2道热炒，还有1碗面，另外就是重头戏鸳鸯锅，有酸菜锅、天山百草锅。那个汤头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吃火锅呢，我觉得那个汤头真的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汤头不好喝，你再加上什么料对我来讲都不是好的火锅。但是那个汤头非常合我的胃，所以我光是喝那个汤头，我就觉得我肚子好沉肚子都圆了。还好不要拍我肚子。不过这个菜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本人又喜欢吃那种酸，然后又有辣的。然后一开始我吃到那个酸菜白肉的时候呢，我光是青鱼酸菜我就觉得酸死人了。可是没有想到加那个白菜下去加那个肉片下去中和了，居然是味道一起的好吃让我觉得 surprise， 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议那另外还有一道菜呢，它是有炒辣的，这个辣的就更符合我的口味了。无辣不欢的我真的超喜欢的，所以今天呢，我吃的是非常的心满意足，也非常谢谢老板娘的招待。当然更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放眼大台南节目，我是杨慧珍，拜。